喺我哋廣東咧，大部分人對收租都有一個執念嘅，希望退休後咧咬住份長糧，最好仲有啲租收啦，摁腳悠哉悠哉咁過日神。早幾年喺廣州一個賣鴨仔飯嘅阿叔，樸素低調，但居然有10棟樓收租啊！人生贏家。咁我哋又唔貪心，有個細細地嘅單位收租都好滿足㗎啦，而且唔係你投入100幾萬先收得個千零2000蚊租嗰種喎，而係總價38萬唔到，租金都有2000蚊嗰種喎。我哋先 check 佢嘅戶型格局，再睇睇佢嘅周邊配套係咪咁 OK 先。睇睇呢個47平方嘅單位，一入門口就係餐廳同客廳啦，門後邊呢，就係我哋嘅公用衛生間。隔籬就係我哋嘅電視牆，後邊可以作為一個儲物使用。一樓嘅廚房同客房呢，佢有一個超大嘅採光面，層高呢係4.5米嘅 loft 複式。2樓可以做2個房，啱啱睇到呢個位置呢，可以做一個開放式嘅多功能間啊。呢個就係主人房啦，係咪好浪漫呢？放假得閒同啲老友打返幾圈，正到痹啊！108天寓位於中山旗江新城嘅東區啊，交通上佢唔單止便利，而且十分全面。地鐵、快線、高速輕軌站、高鐵站，樓下就係廣州18號線嘅地鐵嘅旗江道站，預計2027年底就會開通噶啦。隔籬呢，佢就係貫穿中山南北向嘅大動脈長江路，北面就係北外環快線輕軌站嘅中山北站，仲有未來25分鐘就到深圳嘅深澳高鐵啦。如果想揸車過深圳香港嘅，可以走世紀大道接駁深中通道，咁嘅交通配套唔方便就假啦。由於係新區啊，周邊嘅配套仲係發展緊嘅，但係佢周邊嘅公園已經好多人過嚟打卡噶啦。沿江而建嘅162畝濱江公園啦，254畝嘅體育公園啦，仲有770畝嘅人才公園，都吸引好多市民過嚟休閒娛樂打卡。今年年底收樓啦，少有嘅公寓係帶埋花園同泳池嘅。如果感興趣想翻開發商底牌嘅，評論區